Whisper AI 教育平台教師端功能導覽，在電腦或 iPad 的瀏覽器中輸入 edu.visbot.ai， 即可進入平台登錄頁面，輸入統一配置提供的教師帳號與密碼，即可完成登錄，進入系統主界面。主界面左側導航欄包含4個核心功能模組：建立 bot、發現 bot、我的 bot 以及學生管理。本文章以發現 bot 作為主要切入點，幫助你快速了解平台的核心能力。1. 發現 bot 快速體驗式教學助手。點擊發現 bot， 右側將展示5個平台預設的推薦 bot， 分別為英文學習助手、Grammar 英文文法教學助手、中文小導師、中華文化小助手、普通話科 SCI 學習助手。這5個 bot 是平台為教師和學生提供的即用型示範資源，旨在幫助用戶零門檻體驗 Whisper AI 的核心互動方式。點擊任一 bot， 即可直接進入與該 AI 助手的對話頁面。Whisper AI 平台支援瀏覽器語音對話，無需切換到 EPP 應用程式，即可實現流暢的語音對話體驗。2. 與 bot 對話，兩種互動方式，零門檻上手。進入對話頁面後，操作極為簡便。文字互動，點擊頁面底部的輸入欄，即可輸入文字內容與 bot 展開對話。快捷提問引導，輸入欄左側設有選單按鈕，內含8個預設問題。這些問題在 bot 建立時已由平台或教師預先配置，特別適合初次使用者快速了解對話方向，降低提問門檻。語音互動，輸入欄右側設有麥克風按鈕，點擊後授權瀏覽器使用麥克風，即可直接透過語音與 bot 進行即時對話，尤其適合口語練習或不便打字的場景。3. 學生管理，分組教學，精準掌握學程。點擊學生管理，右側將呈現班級或分組列表，平台支援根據學校實際需求靈活配置班級、興趣小組等分組結構，並將學生帳號批量歸入對應分組。點擊具體分組，可查看該組內所有教師與學生的成員名單。教師可透過此界面隨時查看組內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與互動記錄，實現精準的教學跟進與個別化指導。4. 練習與批改， AI 輔助加教師靈活把控，在發現頁的更多功能區域設有建立練習區塊，教師可在此上傳練習內容，並一鍵分享至指定分組。學生登入後，可在練習區塊中使用 iPad 配合觸控筆進行手寫作答，系統將自動呼叫 AI 進行即時批改，並生成反饋結果。同組教師可同步查看學生的答題詳情與批改記錄，並支援手動修改批改結果。儲存後內容將即時同步反饋至對應學生端。此外，平台的 AI 批改提示詞支援教師自定義配置，教師可根據教學需要隨時調整提示詞，使 AI 的批改標準與反饋方式更貼合個人教學風格與班級實際需求，真正實現 SCI 輔助加教師主導的靈活教學模式。